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卷，内心特别焦虑，大家都在追求各种各样的财富和名利，心理压力和身体压力都特别的大。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追求财富、名利、事业以及快乐当中的平衡呢？我觉得我们说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卷，但是也许80年代、70年代或者更早的一些年代的，只是年代不同。我看到一个视频，说是现在很多人说是，哎呀，现在过年没有过年的味道，但不是没有过年的味道，只是换了一个角色。你现在是变成父母，变成长辈，你不是享受那个过年的人，就安排这个过年气氛的人。所以这是换了一个角度或者角色一样的，不同年代、不同时代的人都有不同方式在追求名利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财神爷难道都是00后吗？不是吗？几千年前都可能有财神爷，为什么？因为人都有发财的梦、发财的欲望，然后人的物质追求的实际行动能实现这个梦想的非常有限，所以大家也想寄托另外一个精神或者无形的正面，也帮助他。但是佛法呢讲因果，因果里面还有叫因和缘。这个求财神、拜财神是一种缘，不是因。因呢，就是你自己累积的善报和实际的努力，再加上你求财神，可能对你的运气的转变能起到一些正面的作用。所以本身你有善报，本身你很努力，加上有财神的加持，那可能有一定的帮助。所以无论是长辈也好，年轻人也好，我觉得追求财富、追求名利都是很自然的事情，都不是出家人，都不是大学性质，而且对财富和事业上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也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在轮回当中的人，轮回苦海，所以就没有痛苦不叫轮回了。但是我们是要苦中作乐的态度，我们一定程度上要自己鼓励自己，用正面看待自己的未来。只要不要过度的追求财神，也不要过度的追求名利，都能有一个刚刚好的一个度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或者因果的原则上能有一个平衡的智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